各位好，今日同大家詳細講返一單喺網絡上引起全城譁然嘅事件。8月26日下晝，觀塘一個大型商場嘅中庭發生咗一場由小朋友爭執演變成大人大打出手嘅混戰。混戰之中，一名5歲女童當眾俾一名老婦大力掌摑，成個人向後跌咗落地。片段喺網上瘋傳，甚至傳到台灣同韓國，引起極大迴響。先講返事發經過，當日下晝4點44分，商場大堂正舉行一個夏日玩樂活動，現場設有籃球玩樂設施。一名男童同埋一名5歲女童因為搶籃球爆發爭執，小朋友嘈交，本來係平常事，但係雙方嘅家長介入之後呢，戰線就由細路變成大人。消息指5歲女童嘅34歲姓徐母親首先動手掌摑男童嘅68歲姓梁外婆，梁婦隨即還手，糾纏之間，梁婦再推搪同掌摑女童，女童右臉紅腫，向後跌坐落地。現場有途人即刻抱走女童保護。當女童母親準備帶女兒離開，梁婦同埋佢嘅34歲姓吳女兒竟然拾起長傘前後包抄攔阻。一名男途人挺身而出，擋喺女童面前，大聲入指，要求報警，衝突先至停止。警方到場調查之後，拘捕3名女子，68歲梁婦涉嫌喺公眾地方打鬥同埋普通襲擊；34歲姓吳女子，即係男童母親，涉嫌喺公眾地方打鬥。女童嘅34歲姓徐母親，同樣涉嫌喺公眾地方打鬥。4人受傷送院，包括嗰名5歲女童。案件已經排期9月3號上晝喺觀塘裁判法院提堂。事件嘅高潮並未止於法庭排期。事發之後第2日，有網民發現片段入邊嗰名男3女子，即係男童嘅34歲姓吳母親，原來係一間大型保險公司嘅業務主管。呢間公司就係友邦保險。身份曝光之後，大批網民湧入友邦嘅社交平台專頁留言，要求公司交代事件。留言數量之多，最後令到公司要關閉留言功能。呢一幕堪稱係一單典型嘅公關危機。友邦其後回覆傳媒，話公司對財務策劃顧問嘅操守有嚴格要求，亦唔認同任何形式嘅暴力行為。相關人士現已被暫時停任，公司會作出適當跟進。與此同時，警方亦都罕有咁喺社交平台發帖，貼文直言無論有咩恩怨幾嬲都好，打人就係唔啱，又呼籲情緒到嘅時候記住停一停，忍一忍。貼文更加附上法律刑責，普通襲擊最高判囚1年，襲擊致造成身體傷害最高判囚3年，意圖造成身體嚴重傷害更加可以判囚終身。社福界立法會議員陳文儀亦都開腔，佢話成年人喺孩子面前喐手，對兒童嘅心理發展會造成深遠影響。兒童目睹暴力會產生恐懼、焦慮同無助感，甚至破壞佢哋對環境同成年人嘅信任。佢強調身教重於言教，遇到暴力應該報案，交由執法部門處理。講到底，呢單事件最令人不安嘅地方唔係一場街頭打鬥咁簡單，而係一班成年人喺商場中庭喺自己小朋友面前上演全武行。小朋友爭玩具，咁本來係成長嘅一部分，大人點樣處理先至係真正嘅教材。網民嘅反應正正反映出呢一點。有人話唔應該對小朋友出手，有人話出手打人已經係錯。如果認為對方孩子唔啱，可以直接同佢父母講。亦都有人指出，係就算係大人先打人，都唔應該揾小朋友下手還擊。一句說話講晒，大人嘅怒火唔應該由小朋友埋單。再諗深一層，事件入邊冇一個成年人係贏家。女童俾人掌摑，受咗傷；男童嘅母親同外婆被控上法庭。女童嘅母親都逃唔過被捕嘅命運。一場搶籃球搞到3家都輸。最諷刺嘅係，2個小朋友由始至終都只係想玩，
呢單新聞仲有另一層意義，片段傳到台灣、韓國，外地網民都議論紛紛。香港作為旅遊城市，呢一幕喺商場上演嘅鬧劇，對城市形象難免構成傷害。情緒失控嘅一刻，影低嚟嘅可能係全世界暴力從來都解決唔到問題。小朋友喺度睇住大人點樣面對衝突，佢哋就學點樣面對衝突。身教大於言教，呢個道理由一個5歲女童俾人掌摑嘅畫面，再一次印證咗公德心由家長做起，教養由忍一時開始。歡迎點讚同埋 subscribe，我哋下集再見。